子，我养。先来做客万年来了，今日来做了的个四廿五个呢，伊个今日昨日贴牌吼，伊做过记者，那个合议费、合传费嘅新闻联络员，更加伊听人运费哦。俺哋今日呢，伊请来大嘴鼓来每一条一行嘅路，向来行过来嘅吼，伊系属优势，欢迎优势。大家好，优势都系真的是新闻联络人哦，如果问好的时间会看一轮大家安尼，俺大拜如迄摕迄种记者费嘅从下拄到，完全冇想过，竟然有机会邀请来节目当中同人大嘴鼓。对嗰当然来讲咧，迄可能迄一般的民众假使会可能没迄也杂咧。如果唔没有开视频主持，俺哋今日如果用带来嘅一条小物来了解嘅故事，好啊，俺哋请人哋嚟处理，大部分人哋吼，可能有时带来对于春游，咁要，我看一下，贴死嘢啦，名唔懂，谢谢，金子咧，系啊，忘记咩？系金子999春金，顺金咩？而且看起来颇有历史哦，有个来历系嘛嘅。也因为也系我阿公阿婆，也系我阿婆上半嘅。阿婆先問。係啊，因為我係第隻孫啊，生來嘅，長孫。係長孫，所以我阿姑還有阿叔啊，還有我阿公阿婆親相愛，係啊，所以我特別轉去苗栗市府，我老母係苗栗市府，所以我特別重要轉去嘅時節，加啲攏幫我錢啊，還有一啲東西，還有我阿婆上班，我阿婆上班當咗東西啦。哪個時節？數年還記得？其實誰嘅時節？其實當場係因為一台咧，也係當場一台機長上班，冇咧細細細節全部係幫我錢。係哦。講幫你錢，做乜幫人幫人咪啲哦？幫睇你嘛哦，係。咁講我全部會講，因為我做咗特別嘅時節，我把開叉對人講，我婆我講，還有我姑我叔幫你幾多錢，全部講出來哦。哇，按到哦，唔要請阿公阿婆、阿叔、阿姑。真係睇下就動向，跟動向啊，係啊。唔過唔睇嘅我偷廿個金子，這不是你第一個拿到的。唔係，你有幾多啊？還有當到呢個係部分幫我把全部控制落嚟，因為時時我出世時節，當因為送嘛，還有我講阿婆咪打金啊，打金咪本成啊，希望記者咧平平安安睇啊，係啊。我說萬歲就啲。你是很備受疼愛，江蘇嘅都。江蘇嘅，我姑還有我姑啊，還有叔叔啊、阿叔啊，佢都會講，佢都會讓我講生氣嘅講，我在你阿公阿婆嘅心中嘅地位，好像沒有你高是從來有講。哎呦，咁有老太老妹啊？我有一隻阿姐，還有一隻老太。咁他們會嫉妒你嗎？我阿姐會嫉妒。我姐姐會嫉妒，但我覺得還好，因為差1歲而已。對啊。不過他爸可能還畢竟你是長孫，有一點點重男輕女啦。對，有感受得出來。姐姐難免吃味啊。對。真嘅係備受疼愛的長孫嚟。剛才來看天一行有時帶來嘅，從業我平平啊也是一個小物小小的。天。這個是。一條啊，2條，他只是把它弄起來。媳婦熊5條，對，然後這個另外1條，係，也係馬坡苗菜，也建5條係苗栗媳婦的信仰中心。也咩同阿公阿婆有關啊？因為我婆佢細時節啦，我讀書啊，我轉學時嘅，我婆就會幫我隻錢。向我一定會帶起來，特別我要當到個錢，因為我普通生氣，佢假使看到我冇帶嘅話，佢就會講，我要撈你挑新的錢俾你，所以我要當到錢。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會覺得說，好慫哦，就是
读书的时候带同学一定问说你怎么又带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嘿，所以你的好带啊。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带的时候，阿婆就想说你没带，那再帮你求一个新的。不过唔系我留起来哦。因为可能我觉得会留下来，会留到现在口难很认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哦，因为亚洲东西唔敢接嘿。哎，可是我们卢卡有嗰度，佢太推。但我现在就只有找到一个哎。我觉得可能其他被大人处理掉，自己不知道。但就是我就那也白了也在节目的时间在转以前，我就特别回去找，还真的找到，就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神明桌的那个布袋里。对啊，因为种爱哈，如果有听来是因为我会愿意带这个天。可是时常看到如果谁来带，俺哋卢卡咩爱冇印象。有做起去求亚嘅案咧，系啊，系爱冇，因为俺哋卢卡哥冇案咧，是从去拜牙咧。我说晚岁就第一，这个是阿公阿婆他们的心意，对，可是不想带，对。但我觉得现在长大了，就是在回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带专题。刚晚岁黑用哪些声音呢？你是很难带的吗？他们讲说，我阿婆都说我很好带，但我妈会说我很顽皮。对，然后我就有点不太清楚，但我阿婆就是觉得，应该说我在他们的长辈的眼中都是个很乖的小孩，但妈妈就会觉得说很顽皮啊，会爬在那个芭蕉树啊，就弄得全身都是那个黏液啊，或什么之类的。对，阿公阿婆就会当然都会孝顺你啦。那你能会答应他？唔会，完全唔会。哇，真的就是，他公演都会拿到很多压岁钱的给做。嘿，新香奶，因为嘛当感谢公阿婆啦，因为世世界叫全部让他讲下过，所以这样变走，这变成一个 DNA 了，变走一个 DNA， 就变成是讲，那虽然生了特别特殊，不过被一个大环境完全没含义了。不过因为阿公阿婆跟我的连结这么的深，很近嘛，所以应该讲他不也在死亲啊，我就可以让他就是瞬间重新串联起来。对，所以就是会变成，我就会回想起来，非使用起来牙球那梦呓，对，就忘不了了。因为真嘅如何同阿公阿婆嗰種連帶關係，就會本也個母語，後來可以用喺工作哈。它就是多了很深的意義啊。對。好，我哋落看第三項有時帶來嘅物品，先係乜嘅？哦，你帶來的東西都很復古就是同嘅安後生嘅形象冇嘛，叫咩？也啲波係乜嘅？籤也係，不少呢。對。还有在通啊，还有通啊呀，还有浪上签，还有签，安尼要執起來嘅，係啊，執起來，即也係就代表係小妹簽啦。又唔係小妹簽，就係因為我係總孫，所以我要拿一隻棍啊，當背要白一隻。要白隻有隻簽咧，所以佢買話唔啲嘅嘛計。又係阿公嘅阿婆千幾嘅阿婆，係千幾嘅阿婆。係也代表係講有隻簽係本子孫做的台船簽。唔就數到也可以推嘅推。係，嗰度表人一家嘅封建地位。還有一個桶嘅安尼，也是那時候的。係。咁阿婆過身嘅時節，對你家下係用嘅感覺？對上講，其實嘛係即係解脫，就係即係解脫啦，就係佢係過平嘅。係啲中風，中風之後佢就去上老人痴呆。我想地動老人痴呆嘅東西嘅話係，你有一隻平嘅話，你自己嘅身體會退化凍結，係完全冇法度自己照顧自己，所以佢差唔多有3年吧，係捱8年退。佢阿公還在哈？冇出來啦，咁所以上到伊呢，你都會有非常多。這時節嘅回憶，我哋做到5、6嘅時間係個唔記鐵台
长茶， giant， 喂阿公，系阿公，伊买本来的，我即个第一摆袂起慈航茶，嘛系我阿婆同我起的，系，因为我细细时间我系在苗栗师傅，我阿公阿婆同我抬的嘛，我在师傅的时节，我上会起慈航茶，我婆到。我就老我讲就在苗栗师傅，我们啲金融班欠推慈航茶，系吉安特，当场行前客。哦，我婆就同我在我後背呢附近我帶我去，我就會去慈航茶，係咁啊，係去帶我學去慈航茶。安尼他很多阿公阿婆的故事，就是會告訴得到哦，那後來會去到做同客家同做關係的事情，你嘅情感嘅連接係非常深嘅吼。剛才呢聊一下，等下過多咗一下從可能是有時還有乜嘅小屋可以同人哋分享嘅故事嘅，可能是客家邊。我嘛過好曬來哦，凍好，係啦哦，對。咁你喺青春期嘅時間會感覺，哎呦，冇來錄藝的，會很煩嗎？不會。剛開始會，但沒辦法拒絕。再來做佢萬年來了，咁樣就除了嘅係個後生嘅應該也做嚟講係媒體啦吼，媒體工作者屬有神，好多有神同人哋分享到幾多同阿公阿婆有關嘅小物吼，咁我嗰啲片呢就很少來賓係頭前上風，就會同阿公阿婆會有關係。唔過我今日做風也看到，就是完全不一樣嘅吼，都係目標嘅。仲有嘅我即個沒有啊，好嗰度我有客家語言配音呢，我做嘅嗰種研製，好，不要偏於一種貼片的卡片，你是把它貼在你的物質上來，哈，哎呀個美麗都係合肥嘅初中，哈，以中文的卡片，係佢初中當照顧我啦，基本我才還不我唱巴士的溫室的記者轉過去，還會去做新聞的農業之後，我就要熟識初中咧，係啊，嗰擺初中係參試啊，係我就熟識，然後之後我就去合川府做事嘛，合川府有新力，我就過去做事，做事之後初中也例如就當照顧我啦，係啊，都見。哦，我說一個小卡片，如果對你係很大的鼓舞啊。因為初中還有課委會總歸人家都有動照顧啊，有隻卡片的話就提醒來講，在做事做跳路的也如紅，上網達標嘛，係啊。你睇我喺讀新聞呢？係世新新聞。咁你一畢業嘅時間一定冇可能上到哈。後來會做到同出版事務有關嘅，咁唔係讀新聞呢都係想去做記者嘛？畢業嘅也考試有先去法師做記者，不過那個應該是很直接的想象，因為學長姐嘛，學長姐就直接覺得問你，你要不要來？這樣，那我就直接過去，然後筆試口試之後就進去了，這樣。咁做為係唔喜歡哈做記者工作。其實蠻唔係，因為實後生嘅時節，你蠻唔啲講，你一定會做乜嘅。之後我才發現就做溫室記者，來是嘛有試鏡啊，主播試鏡嗰啲，還有採訪嘛，daily 新聞嘛，都係採訪。走之後就很講，興趣嘛唔係動到，也搞不太清楚自己的志向是不是一定要往這邊，但覺得說對媒體又蠻有興趣，又是自己讀書的東西，那之後的話就想說去考國考，對，然後想去考國考的時候，又覺得說是不是應該要先去認識一下公務機關，所以就看到那個 PTT 上面有課委會有在徵新聞聯絡人，那就過去考試，我考試哦，要考試，那時候是游處長，那時候有考試，就是考寫那個新聞稿，在一定時間內給你一個主題，然後就寫個新聞稿這樣。喺壓力嘅單位工作，你有冇嘅心態感想？感想其實係講，在公務機關其實應該覺得說自己還蠻適應的，因為覺得說在鬆跟緊之間，
就是在像我现在用到我也慢慢才年文非洲公关专栏嘛，那我在从客委会到现在的时候，发现说公务的公文的东西，因为在哈布语福利世界，变得已经训练起来了，所以像什么签啊、函啊，那里面的公文啊，就是很熟悉，对，就是很迅速。那再加上紧签才发始走比杂世界，那时候对于就是记者的生态这件事情的话，那它是需要很大弹性的。那我就会把它运用到我现在做的这个公关专员这上面，就是等于是非常的受用。你讲需要很大的弹性，还蛮有意思。就因为公务机关它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可能像他们的发言人是政务官嘛，就是副主委嘛。那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记者觉得说，为什么问你这个机关为什么一直得不到答案，要拖很久？明明很简单的东西，但其实这个东西的话，你在跟他们联系上面，你培养感情，就是记者之间每个，比如东森啊、客台啊或什么，你跟他培养感情的时候，你其实在私底下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大概是什么情形，然后请他不要就是渲染或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处理，对不对？其实一个东西。每个人思考角度是不一样，公务机关有他自己的思考角度，那个民间他们的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素材也有他们自己思考角度，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给的那么慢，你为什么要拖4-5个小时以上？明明就是你回答一个东西，对。不说他把你讲会处理事情没错，不过更重要可能是人，对，是人处理你的事情，对。刚才呢还看到鸦片有一个 Great Pad 也是海岸巡防署，迄个拼系咪？也个系徽章，然后也个可以yap的，也个舰艇系咪？嘿，舰艇。也还蛮给送的。也系那个王敬旺王署长送的，政府应该紧接系寄给贴身的传令。传令。用周边的时间。嘿。佢应该团的世界去送过来，还有送的这就是退伍的那个。就是指正，然后跟一个匾，就是小的可以挂起来的匾，对。刚你做了什么让署长要送你给？好像都会送这个，但他就是有特别的，就是给一些就祝福的话，就希望说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稳稳当当的，就像在海上的巡防舰一样，对。唔说比你刚个后续进度系嘛嘅？其实应该采走并的世界，还有采公务机关啊，就是其实应该是可以跟这些长官学习，像是署长就会可以发现说，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他在危机处理上面，我觉得好像跟长官之间后续，他们的危机处理的东西可以学到很多，就是他们不慌不忙，然后会做出应该是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我觉得做一个决定，不困难。但困难的是你之后会不会后悔？对，就是会不会后悔说你当初做这个决定？但如果你之后都不会后悔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的决定。对。你看我们过种其实它是一种我们一般觉得很官僚系统的地方，对。不过你好像还蛮游刃有余的哦，你有发现啊？对，就是好像蛮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公务机关很压抑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压抑一定是有了，但我觉得好像可以从它里面找到一些弹性，对，就是我觉得看的角度是不一样。就你不会马上觉得公给支突会引汤论爱，对，你不会很介意这件事。对，爱陪支突体不会找一点自由。对，就你还蛮觉得也跟人会有成就感。对，因为你支突眼路唔可以，我唔会很易去想办法陪给支突底部的程度。我可以打破一点什么限制啊？要不然有成就感。真的很适合，贵适合做官的我感觉。叫来看你上面也给鬼闹的，也系牛皮系咪？也系蛮严肃嘅。也系啱咩送过来？妈妈送嘅妈妈送过来。那是特别有嘛个建议送啊？去上岛去就会送过来啊？又是不止一个，是不是？因为去上岛，其实我妹嘛当好酱的东西啦，但是去也早去系让我讲 Q 菜，
嘿，也则继续上岛，继续上岛又嘛个东西又酱的啊，继续去卖，啊就上班来，也忙个带也加年嘞，系啊，我做，牛呆嫩。嗯嗯，哦，你真的黑岛都过下雨呢吼，嘿啊中天都过下雨，到底是为什么啊？是因为个怪还是？嘛当怪吧，哦我感车来，感车也都种贵，系啊。刚刚同妈妈讲是也过好，对不对？系，我前几年真大爱妹去日本搞，去一个自驾，没有。对，去日本九州，去玩那自驾，系啊。你们的感情是怎么样？是过起那个种吗？动情啦，就因为我跟我妈就像朋友啦，对啊。哦，还有，所以是很亲密的一个种。你们香港人一般就是不会说爱，也不会拥抱这种。会，我妈因为我妹去係當到153公分的，係我衝射時節，只係為時時撈一家成嘅，講我當外面啊，我做啲。係我做啲諗嘢樹麼，我做啲諗嘢擁抱麼，我妹係一種嘅，到現在還是會。媽媽會好曬奶哦，都好。對。然後你的青春期嘅時節會感覺，哎呦，摸來弄愛的，會很煩嗎？不會。剛開始會，但沒辦法拒絕。哦，媽媽係很熱情嘅一種。對，她沒辦法拒絕，所以就 OK，接受。这样人就很亲密，可能也会比较多争吵，不会哈？会很多，就是他有时候会，像这次去日本去玩的时候，就特别跟他讲说有几个原则，就是你不能说不，不能说不要。那他有忍住吗？有，他忍住。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下次可以再去一次。哦，还第100，去甲带妈妈咪聊。不是第一次，那是100，但自驾是第一次。这个时差票嘅差啊，这个票差这个戏。哦，自助旅行，最考验那个2人感情的时间。我也班第一周通过考验。好，嗰陣係咁去，做得。再講去安尼。好，家底下呢，有時候帶大家去到去拍啲素材，人哋底下都啲係耐嘅，啊可能啲素材有乜嘅啲有去拍演嘅，底下了一下個多咗啦。係，其實要做我會要接嘅主持嘛，我係撈會講行業交通嘅時節，我講行業，我係順航嘅同事講啊，你講客語的樣子好帥哦。大家走，慢途大家去吃飯，一齊走，都是動作。OK， 行。滷酒當到好食嘅東西啊，當到美食，係啊，又麵線又飯團，當到嘅東西。去超市發大嘛？哦，當到呢，我可能係。實在誒，是麵線，挑錢要擺列了，東東你嚟擺列了，係啊，非常好食。好，没有2种辣，好，謝謝。啲啊東西凍到了啦，要凍好食，凍好面試。啊，啲地本嘛要凍到醬骨啊，還有凍到菜啊，都係。就一碗幾千張上整票的，要不然要起價嘞，係啊。又係我阿婆，佢係從細攞我土台，佢當上嚟，又係我食時節，係有紅牙嘅時節，因為我妹係特別河洛面。佢從細就係台北送練嘅片，我爸係把佢喺廟裡師傅面，佢到結婚之後，因為我爸叫佢送去台北去上工，送去台北來打拼，我嘅爸我就留喺廟裡師傅幫阿婆顧，我阿婆講話強下來顧我。其實我係師傅，我全部係講校本，我係送去台北我就學講方言，前邊我送去台北嘅時節，因為我係完全係講漢語，唔會講方言，所以我學習嘅
给团那个营业人的时间，我当应该打电话，我就打给10年的电话，打电话帮我阿婆，两三就要叫，我阿婆就会讲，你有没有送来卤煮啦，送你特别读书啊，你有冇在菜师傅陪我啦，还没有？他就讲因为我要读书啊，那个记忆我就会停在就每天打电话转移，然后去讲法样。小家走，要不要去带喏？你我带怎么样？也是卤酒，也跳架音，也跳架奥多拜嘅吉他，行嘅奥多拜跳架，有没有铃音？因为我前半年lang嘅時間賣嘅奧多拜嘅時間，跳架係客家音，喺堂出來嘅客家音，佢我就落去賣奧多拜，佢當老師，嘅奧多拜嘛，要純愛，要卡片音。喺讀到客家語嘅話，中文就係真係嚟講客。呢啲客家話就好用，客家話可以揾一間嚟就會有客家話就。就從滷酒啊，滷酒其實係在台中滷啦，其實也會客家人家聲要認出來，你老去講客話吧，就從遇到老朋友，也啲我動熱情，你話上愛客片送來有多東西，係啊，那也就係客家人遇到客家人當神奇嘅事情。我會繼續講阿公阿婆教我嘅阿妹話，教我嘅認識下這世界。现在做客慢引来了，偷偷有时带大家去到泸州哈，如海边都6岁开始生长的地方，错吗？你是6岁就搬到泸州吗？唔係，我從一出世就我阿公阿婆就在苗栗師傅同我睇，到6歲過後，我有讀書，我爸阿妹就去講，啲方言嘛還唔會講，就影響重啲，會聽唔到其他同學，所以就6歲過後就帶我送去台北。阿路帶到泸州誒，安尼哦。咁後來客家就冇聽表係咯，因為有個人係安尼，都係萬歲，阿公阿婆土會講客，他也來到台北咧，就聽客家就冇係，弄冇咯。因為我阿公阿婆咧，因為我送去台北嘅時節，我婆就叫佢叫啊，我咪打電話幫佢，佢咪打電話幫我，佢就會想講，你用我送去台北冇撈我帶，喏，你做啲喺苗栗讀書啊，所以我等於會打電話撈佢講法，係，還有我客台嘅時節啦，其實我咪有想講用我客語係一隻台北環境，其實完全冇客語，唔講我用還會講客語，我想講係可能係因為。生活之間，我老給溝通的時間，他可能會想嘗試，他會說你要不要食玻璃菜？我就說因為食玻璃菜嘛，阿婆會只能會講方言哦。冇，唔是啊，唔是，你做得讓我講方言冇關係，因為姨妹會講方言聽唔到嘅，有時候阿公阿婆就只能想要講方言。如果他這種轉譯的方式反而會課班中很多堂子，是，對，所以就變成說，我老記我一轉去師傅轉去苗栗，就會切轉去全部係講方言。哦，而家來到泸州誒，爸爸。咩係同人講下？基本跳讓我講下，基本講我糖唔食，基本講我糖唔食，你講嘛我糖唔食。比如我說糖是發泥，所以要你。我就說，本來我要吃那個麥當，我們去點麥當勞，好吧？可是你講嘛我糖唔食。哦。基本跳啊，係。哦，姑叔爸爸沒有懂堅持哦。我細細時嘅嘛唔啲講，因為有冇跳啊那種堅持啊的事情，我台長啲講，我覺得就是一種客家人的一種。很奇怪的，但又覺得蠻有用的認同。對，可能係我妹係特別好容易嘛，我媽就是台北雙連那邊，就是世代都在雙連那邊，所以他們都是會講台語。溝通咯。對，那我爸跟媽媽溝通也都會講台語。我媽係哦，啊唔過媽媽糖嘅是客家，糖嘅是，一糖嘅是，因為。我媽她就說，她以前嫁到客莊的時候，然後那時候人家就開她的玩笑，就開她姓名的玩笑。對，就是我媽姓洪嘛，然後叫碧芬，然後她就會客家，他們就會故意講說，風十不就是風皮粉，她就風十不這樣，開這種不是很好笑的玩笑。那之後我媽就是開始會
听课语这样。嗰種伊咩認同就係，反正也會講好咯嘛係。爸爸都係同講下，安尼，如安尼喺順便安尼嘅嘗試，還係可以保持自家嘅想法。係，唔等人哋去到入住，應該唔啲入住按到行業咧。入住其實係動到應該講各縣市移民過去的我 case 嘛唔啲講入住動到的行業。我係學台嘅時節，我講啲講我嘅領沙動到係行業嘅，因為佢哋有啲阿姨啊，還有到就是一些歐巴桑聊天的時候，佢哋有講行業，不愛咩發現。佢哋講你弟弟係你撩下佢啦，一撩誒係行業，佢哋講嘢廢話係用行業講嘅。通常睇都市地區嘅行業就係我講言談唔識嘅，然後我講下，因為冇想到又未談嘅時。係行業應該安到。都安尼發現嚟安尼。還有唔睇，因為我沒有印象，就係下擺我以前睇客船飛嘅時間，我看到蘇有生報道嘛，我看到一下新聞啊、採訪啊，還有陸續有屯蘇風站講行嘛，結團睇做行業新聞，結合市民國家睇到吼。係咪當因為採新聞其實講行業係熱搜嘅意念嘛，不過採新聞當會要當到就像當到行業會講嘅，就像 COVID-19 嘅新冠肺炎染，還有當到像烏克蘭，行業呢總會有啲會講有啲俄羅斯，很動到一個專有的名詞或者什麼是日常生活不會用到，但在新聞的時候，你就會特別去問老師，強搞性上講，你用辦的法證，動到的詞就學到了。還有像什麼的穿山甲，連理，係啊，動到詞啦，係啊。佢邊一個是做法師嘅記者時間，真嘅係完全想到嘅呢。都係有安尼嘅工作，有安尼嘅機構成立嘅，人哋哪有可能喺台北安尼嘅地方用自家嘅語言？自家大概都會想，假使我冇睇客家電視，石頭路，弄有可能講客。係有冇可能安尼用講客安尼打嘴鼓嘅？係，你冇可能咧。其實我都想講，前怎麼嘅 NU 在客家嘅台路就是林義雄是嘛，就是佢狗姓嘛，就會發起嘅翻嗌木嘢傳統係啊，我想講假使冇又在傳統，客家人冇提出來講自家正式自家講行業天理，他為什麼冇嘅心理嘛？然後客家天使佢嘛冇嘅心理，客川粉冇嘅心理。那講就像一龍姐講，就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在都市或者現代，就是用自家打嘴鼓，很講回流跳這講是來講，大家全部談的是。係啊，因為20年前。20年前嘅係完全談唔上回流嘅呀，假使冇一度因睇成立大家因講，然後講自家母語，我們不太可能交流。因為人哋喺台北，人哋都先簡單講法語，先夾啊，溝通就係求快。你要求快，你唔可以講自家母語嘅，如果講大家都睇講嘅法，我說走一條路啊咧。你咪要到原文會吼，啲體會應該會冇共用嘅吼。其實做嘅事情係共用，係做媒體嘛，做公關。不過體會很深的就係講，曾經做客家人係一天都當驕傲嘅事情，因為我時時我夜晚係時時要做，我會要接嘅主持嘛，我我講行業交通嘅時間，我講行業。我順紅的同事講你講客語的樣子好帥哦！你怎麼可以全程都講那是客語的，全程講客語好帥？其實年初我知道啦，當到年初明白動上來講自家的母語，不過我覺得可能是他們面臨的挑戰更多。對，因為他們有現在16組嘛，然後42個他們的不同的
那个等于是他们的部落的语言，他们有很多的，有什么东排湾、南排湾、中排湾、北排湾，就连排湾族的都有这么多了。那他们面临的挑战会更多，他们也很想要讲这个母语，不过加掉的挑战经历动不动，所以他遇到一个很会讲母语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觉得很羡慕。对。好吧，就甚至我感觉眼定会有就是俺的本单系一个语言已经没太流失嘞。我读到流失的韩国养出的时间，某种程度有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是既得利益者。我以为要说广告哦，我有这种，所以我现在也在要考那个初级的排湾族，对，看看挑战我考一个考试。对，我觉得说语言已经汉语係愛母語，不過我係知道講語言係就得打開來認識更加多嘅世界比較豐富。韓國人他帶論本單有嘅客家經驗去做原住民文化嘅事情，應該也會有不同的火花啦。就像日擺那個微本世界原住媒體聯盟年會，日擺就香港15年個才推辦舉辦嘛，將舉辦結束，又從挪威啊，還有紐西蘭啊，還有澳洲啊，還有加拿大啊 ，CEO 全部搞來，很多的外國人全部來到台灣參加這個年會，然後客家也有參與，因為這是客家電視台也正式成為就是會員嘛，就是微本的會員那。就看到說，原來世界的原住民族的他們的可以跟台灣的客家還有原住民擦出那麼多火花，這蠻精彩。咩幾好嘅經驗，嗰底下都最面嘅團呢，人哋愛叫下來食，對有時來講有充有意義嘅料理，幾好奇哦，底下都底下把嘅，哈，先試下茶。認識了很多的外國人，就是著名的 CEO 那些，就發現說，我好像。更像一個開放心胸的海綿，可以去吸收更多的事情。因為我一直沒有忘記說我的根在哪裡，我是誰。所以來做客萬年來了，都要最面嘅團呢，人哋愛講下來是好事的吼。幾難得都係人哋處理夢出來以前呢，人就已經第優勝帶人嘛嘅，因為人哋。同到係現場做，第一次沒有，來過現場做，人哋夢出來有第一，為什麼要現場？人哋馬上搶處理夢，人哋亦個對有時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呀。人哋都看嚟飲料飲本好難選呢，同人哋解釋一下也係乜嘅？也係麵線，也係麵線煎，然後用麻還有卵，不過也飲係鹹味啊，也係甜味。係啊。好多人嗰度有時落砂糖咧。係，我想講，其實我自家客家料理，我係主要係控肉，不過也我平常時控肉可能有時間還有功夫，不過喺只麵線即係我加工到我咩做嘅，我當簡單，所以我時時即都也慢，我平常時和自家為主嘅是當簡單。平常時咩會做吼？老糖咧。蠻好吃的呢。香香甜甜，有麻油的米。然後熱量其實也不會很高，它其實就是比較動簡單的料理。加時你好麻油，那時候加很多。不過我差唔多啊，一些就做得動簡單。香港人講嘅係阿公，自創嘅加工。係特別加工，因為我咩係特別好容易。所以當地嘅文化還有食嘅東西，然後客種係冇共用。像有啲東西就係自己做嘅，就像創意料理。呢個也就啱復開一美食。你聽咩講？這些時間過到海港路線。係，就係下課嘅時間，係咩？地球為主要的東西，動簡單，10分鐘差不多就是會做好誒。動簡單。然後你以為全世界都有在吃這個？對。我長大之後才發現，根本就買不到。對，完全沒有這東西，好嗎？我覺得家裡有這個很珍貴。但係路卡米西，我不會買不到。對，我上到有這料理嘅世界就上到我自家嘅媽媽。
爱妹啦。嗯，爱妹可能上到要料理就上到加爸，爱加工，爱加工可能上到吃到要料理就会上到伊个爸爸、爱妈妈。哎，要唔伫马克时节可是诶吼，嘛唔对，其实对哦唔讲爱妹系讲加爱加工加爸爸妈妈就会主要的东西哦意，思。嘿哦，所以这个亚科也嘞，可考哦，到底是哪位的？料理是你那一个自创料理案诶，对，而且我觉得会加糖这件事真的很妙哎，我觉得很妙。有錢嘢那會老桶，咁係以前桶會貴，哦，所以剛剛問也的確哦，就係嫁公嫁婆其實環境蠻好的，對，因為他算大戶人家，從頭。其實我們係動清楚，唔講我自家啲我自己的成長經驗係啲講，還有我妹讓我講係我家講還有家婆冇做社講，因為家掉係大菜送連，台北送連，然後他們以前是做一些零件的一些的工作，按你貴簡單的料理，哎呦，這個都蠻難有，然後你自己又可以複製，那然後係幾好的事情呢，還有，然後嫁公嫁婆對你妹，我會想，人講唔是講阿公阿婆，哦，如果你萬歲到6歲以前，你可以料理師傅台，還有記得你還沒有講，哇，阿公阿婆對你的那個想是，他們是許願池。哦，對，那個很誇張哎，很誇張。其實我長大之後也才發現，說自己以前很誇張，就是以前應該誰世界，因為苗栗洞的土質，苗栗的土質很適合種西瓜、地瓜跟花生、半條，還有沙子的沙子，然後所以以前就是經常會有地瓜啊，然後這些東西，然後我以前就會下許願池，這3個之外，所以經常種車。就我就吃到那個很好吃的玉米，他就說啊，公啊凍好食報銷，前面凍好，你總個凍好食呢。然後下一次回去的時候，整滿田都是玉米。然後我那時候有小時候是世界鼻控有那個鼻子過敏，然後那時候我就打電話跟我奶奶，就跟我阿婆講說，有那個魚腥草，媽媽說那個魚腥草很難買，但要塞那個鼻子，很像有療效什麼。然後下次回去準給我旁邊全部都魚腥草啊。然後我說哪來弄來魚腥草，然後我就會被罵，我爸媽就罵我，他說不要一直跟長輩亂許願講這些東西，你這樣一講，他下次就全部都中那個。哇塞，不過你又no，但你小時候沒有很驕縱嘛？因為這樣聽起來你應該又很驕縱唄。沒有因為我爸蠻兇的。哦，我爸是一個很就是他基本蠟燭修的。他會去砍那個竹子有沒有？然後就說是要打你們的，就是會威脅你。所以小時候我們其實蠻乖的，就是可能是也有爸爸給把關，對，爸爸把關。哦，不是很快，爸爸就會嚴父給做。對，然後媽媽是慈母，好塞奶的慈母。對，我覺得還 OK 的。嗰種細時節就還算就還蠻好的啊。然後爸爸會管教，我阿公阿婆做比喻過下。對，亂嘞，一孫系嘅胎耶。所以你比較大的成長過程的疑惑，如果你講推唔夠好，講唔第七個行嘛，在縫票那個時期嘛。對，就這個時期啊，就這個時期的時候比較迷惘，就是我覺得應該是大部分人在讀完書，就是大學畢業或者讀完書要開始找工作的時候，可能都會遇到一個迷惘期。對，所以我覺得開始吃懂工去華視的那段時間，然後再到課委會的時候，我覺得就是可能就像外國人講的一個 gap year，就是一個空檔年啊。對，我覺得那個也是蠻重要的。然後也發現說自己對於自己母語，然後客家語言文化的認同是這麼的重要，就是對我來說，在我的人生裡面是這麼重要，然後這麼的開心，我覺得開心真的很重要。幾開心主要就是發現說，它其實就是一個就像我之前經常會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就是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的時候，然後你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的時候，你對於未來會更加的勇敢。會
就是勇敢。你假使你去个定义系嘛啥，你嘛啥你才不会你去个尴尬勇敢。对，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多讲一些嘛，就是你知道你是谁呀，这件事情很有人领悟到哎。其实，常常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要做自己，但本来我们就在做自己啊。但，我就是在做媒体，然后在做客家语言文化传承，就是这件事情。还采访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然后接触到越来越多人的时候，然后才发现说，在这个认识自己的根，就是阿公阿婆不爱高不爱给你们套文法，然后再从这些人，然后还采访经验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他就是我的根，然后我就越来越发现认识自己，才发现说，我采访的这个人跟我有很多的相同的生活经验，然后虽然我们也讲的都是客家话，虽然不同的腔调，但我们发现说，我透过这个相同的语言文化，我认识了更好的对方，然后更好的语言文化，然后拓展开来很多的新的视野，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个就是在做自己，就是因为我在讲我喜欢的语言文化，然后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的根是什么，然后就觉得，那我像我在语言文会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外国人，就是原住民的 CEO 这些，就发现说，我好像更像一个开放心胸的海绵，可以去吸收更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没有忘记说我的根在哪里，我是谁。对。我感觉唔睇下你下传飞工作的也经验，对，就是一个定海神针那个。我觉得是，对。刚刚刚我一听你的基本上，行业摆上来，你还有想要做的事吗？你主要係看更加一行的事情做好了，唔可以想以后我就是这种啦，我不太会想以后的人，你会规划呢？我觉得我现在在就是做原住民的东西，就是原住民族的东西，我在协助推广还有宣传。那我之后的话会想要进一步去考族语，因为我觉得一个语言就是认识它的文化的一个语言文化的一个，就是它更多精彩的东西的一个一种语言如一种生活方式。对，好，你好嘅语言如果也给出群用的生活的。对，因为我现在有在承办微本，就是世界原住民族联盟嘛。那因为是沟通联系，那英文当然就是也很重要。对，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是也希望说，让更多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说，台湾这片土地上面这么精彩，有客家，有原住民族，有 Holo， 有这么多的精彩文化。当然也有新住民，那可能就是未来的事情。那我希望是让世界各地的全部人都知道说，台湾真的很精彩。这次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念念不忘。就是那些率团40几个外国的挪威、澳洲、加拿大、纽西兰，他们才知道说，哇，原来台湾有客家然后原来台湾的原住民族有这么多族，他才知道说，这片小小的土地上面居然有这么精彩。最后呢，他都唔讲，做出群事务做到鬼欢喜，一件事情都青春有嘛，欢喜的那我想要继续做啊。带论的客家许多原住民那片，两边又促成了交流，对，能够互相的理解，安尼係鬼好嘅呢。我感覺會做一個很可以變志業的事情。當然冇聽錯係一啲代理。我感覺也係一個貴大的做的事情，都幾好嘅。今日非常感謝有神同我哋分享嘅故事，多謝。是嗎？是就有人做好，有聽眾新聞。你喺平常就會做嘛？係，也當電台，那就面試嘅，對，之前就叫